续来看这个家人的境界，为着病毒的风暴是继续来扩大。就今同款的状况搁来发生，中央是来下令，这个警察相关的食饭应酬会当卖就卖。台南市长黄伟哲嘛来宣布，因这个台南市的警察所办的餐会总来延后，或者是来暂停。那台南的警方针对着5、6场所来稽查，一暗就抓到14个人违规。你接种完之后还没有满14天，每1周都要，有风险就筛检。确认注意方式的情形无问题，继续往后一倒。台南市相关的单位大场面去真济间5、6场所稽查。那你的出生年好 ，OK， 谢谢。过来疫情紧张，其中家人阁发生小食店群聚案件，所以讲只要出入特定场所，除了人家提供注射证明以外，所有员工要住完2剂，而且满14天，而且第2剂满3个月，还未住第3剂人，袂使提供服务。伫稽查过程中，阁发现。有14人无落实10连制，即马被依法开单，上悬会使罚15000块。针对警察大人嘛有新的规定。好料送去派出所，这警会做伙伫食好料的开讲。因过即马台南市警察局宣布原境限制做伙食饭。我们都乐见其成，也乐意配合。目前台南市差不多有4500个警察，除了配合中央的防疫要求以外，警方办相关的餐会将会延后还是暂停，未来规模卖限制。造成传染链会严重影响到治安的工作，那警察的一个到餐厅的聚餐就会受到限制。严警下班及休假时间之私人家庭亲友聚会并无限制。虽然台南这几天拢无本土案例，不过台湾是一天的生活款清明要阁到啊，所以讲地方政府无要让病毒有任何摊开的机会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